Hello，大家好，出春路，中意澳腳北上玩嘅朋友啊，有好消息啦吓，唔使揸車，其實都好精彩嘅。因為啦，廣州地鐵啊最近公布咗18號線南延線，即係南中珠城際第2階段嘅環評詳情。珠海段嘅站點啊已經曝光啦。呢條線路咧由萬頃沙出發，向南分成東西兩條線。西線咧就通去中山興中，東線就途經中山之後直達珠海。列車設計最高時速達到160公里，即係同而家嘅城際啊差唔多啦。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際、香山至拱北段就全長大約45.4公里，肯定1個鐘頭都唔使㗎啦。目標時速都係160公里。中山境內就設有香山、翠亨新區、客運港同香山灣南4個站。珠海境內就設有珠海北、唐樂路、海天公園、香洲、九洲大道同拱北，即係迎賓大道6個站咁多。咁喺廣州搭車返嚟，一出站就見到個關口啊，相當方便啊嚇。工程計劃喺2025年底，好快啦就開工。分階段啊展開土建工程，按60個工期推算，即係5年。南中珠城際啊，最快有望喺2023年底前啊全面建成。如果以內地啦建築嘅速度，通常咧都會啦提早啦建成㗎，一啲難度都冇嘅。成日就中意啦上大灣區診嘅澳門朋友啊，方便得多啦。以後上中山同廣州有多一個又快又方便嘅選擇啊，可以搭城際，又可以搭地鐵，分分鐘喺金葉酒店一捐出嚟就已經啦到咗關口啊，幾方便啊！地鐵嘅好處咧就隨時落去搭都得啦，一嘟卡就 OK 啦，係咪？不過咧可能就會啦暫停，時間比坐呢個高鐵或者城際就會長少少嘅。但總之勝在夠方便啦，一行落去就有車搭啦，唔使煩啦。有時幾廿年前想都未想過啦，會將廣州同珠海連埋一齊。以前記得啦喺廣州啦返鄉下嘅時候哇搭車由朝頭早要搭到下晝4、5點先到啦，因為嗰時連橋都冇㗎大家記得要過渡嘅，家眨下眼做到，真係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咧都唔好成日話澳車北上影響啦澳門本身嘅生意啦，因為澳腳北上搭地鐵上廣州都係咁方便。好，呢一集聽到先想支持我嘅訂閱，我哋下集見。